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我是 Gary。我们现在在窗帘小姐的内湖店，最近就是新家在装潢中，然后一直在找寻，就是看各种的居家用品，像是沙发，然后床垫，然后还有窗帘。对于时尚出身的我觉得窗帘选得好，一个家的整个氛围就是不一样哦，因为窗帘很大片啦，其实它等于一面墙对，整个家一走进去，整个色系、整个氛围，然后质感就会完全画龙点睛。对，整个就是提升一个 level。然后呢，窗帘小姐的质感我觉得算是非常好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装潢的时候，有师傅介绍的一些有看过很多，对，然后我知道也很多人会就是从海外掏过来，这些质感都比不上窗帘小姐的质感。对，窗帘小姐的质感就是非常好，大家看就知道。对，大家看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参观过、体验过。对，沙发先生、棉床小姐，然后都让我们非常喜欢。所以呢，窗帘小姐它其实是沙发先生跟棉床小姐的全新品牌，在2021年的时候诞生的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带你们去参观窗帘小姐到底质感有多好吧 ？Go！ 我们现在先介绍我们觉得最厉害的，也是我觉得最推的其中一款，就是风琴帘。它其实有很多种用法，就是第一种是上下拉这样子，那它也可以从这边，它也可以这边透着，然后这边有帘子遮着。第二种是这个，它可以直接手拉，蛮喜欢手拉的。然后或是这种上下的手拉，都是手的，没有绳子，但也可以上下开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是全部的风琴帘都可以客制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它有一个色卡你可以选择，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风琴帘会叫风琴帘吗？风琴帘又称蜂巢帘，就是因为它的侧面长得像蜂巢，它是参考建筑设计的蜂巢设计，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设计，而且它是源自于美国。它在美国的时候真的很常见。你有跟我说过，你好像之前有用过这种，因为是说它可以隔绝温度，然后调节又可以保温，对，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它很好看，对，它非常美，既时髦、时尚又简约的一款窗帘，对，它搭美式、日式都很适合，对，然后最重要对家庭主妇的防静电处理，对，根本不太会沾灰尘。如果说有沾到一点点，你只要用那种就是像鸡毛掸子稍微抖一抖就 OK 了，对，它就 OK 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家庭主妇的神队友。但它操作很简单，我最喜欢这样，麻烦拉上来。分两边的，一边是往上，对，一边是中间，推式的，下拉，手拉式，上面也可以拉，上面也可以用手推式的哦。我会选这种的，对我蛮喜欢这种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就是最简单的。接下来呢，要看另外一个也很厉害的调光帘。调光帘，后来有一阵子很流行的卷帘改良版。对，卷帘改良版，它是可以调节你的光线进来的样子。对，等于说它没有到100%遮光，可是它又有一点透光。家里喜欢那种有点透光感的，很适合。早上起床有一点洒进了阳光的感觉，它其实也很适合用在客厅。早上起来坐在那边喝一杯咖啡，然后有一些光透进来的感觉，想到就很棒。这样就透光了。然后你可以调节它的宽度，调整它的光线，而且它其实也算是日系简约风格，使用在比较美系复古也很适合。所以调光帘超多可以选耶，很多啦。超多。下面还有这种奶茶色，对，而且它拉起来蛮好用的，就是蛮顺的那种。因为它是这种珠珠的。其实有些窗帘很不顺的，它那个扣塑胶一敲就断。哦，对，我没有遇过这种，之前住的套房，拉一拉就断了。但他们就非常顺。对，很多套房。这个是木板叶，我开始往上收，到你要的地方之后，你想要再透光，再拉反过来，算是我使用这种百叶用过最好用的。对，因为以前都拉一拉就会 K 住，因为以前是你拉上去啊，用一个转的控制啊。哦，对，那个，但这个不会，这个就无限拉。然后这个有深色木头，对，檀木色啦，这个是白色，白色很好看耶，有一点石头纹路的白色。这是木百叶的颜色色板，超多，很夸张。它连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莫兰迪色系都有。哦，对，不是只有木纹的颜色哦。我觉得它算是非常多选择，就是家里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。超多。他们是连木百叶的布提袋都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粗细和颜色，完全是客制打造自己喜欢的窗帘的色调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在楼上。对，我们在内湖馆他们的
这边有展示比较大面落地的布帘，对布帘。然后窗帘小姐布帘主要是分2种，一个是蛇形布帘，蛇形布帘，对，一个是3折的布帘。3折布帘，对，布帘我觉得很大的优点就是呢，它可以抗 UV，100%遮光。对，它就可以100%遮光。对，它是完全可以100%遮光的，它还可以吸音。吸音。如果家里啦有那种弹琴的小孩、音乐家小孩、弹吉他的小孩的话，那我觉得很适合布帘。像我们家有钢琴，所以我们家用布帘也是蛮适合的。对，没错。琴房就可以选择用布帘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蛇形布帘，还有3折布帘。噔噔，我来讲蛇形布帘，它就是整面的这种。一圈一圈的状况就是叫蛇形布帘，整个的风格是我觉得比较大气、比较奢华一点的。整面的大落地窗很适合，对，会建议大家在装潢的时候先预留这个空间是要专门来做蛇形布帘的，因为蛇形布帘它的上面要用固定的轨道。这布帘就是像我们平常家里面会用，它是比较居家风格嘛。其实如果不喜欢太复杂的人，就选这种就好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窗帘小姐的最基本款的3折布帘，超美，这给大家看，这光泽度怎么样？我觉得蛇形布帘跟3折布帘，差异在他们的折的那种线条感，线条感不一样。蛇形的这折起来有一个光泽度的感觉，然后3折的我觉得就是适合那种有点小日系、小温馨的感觉的。然后窗帘小姐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服务，到我们家丈量，超贴心，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你就不用自己量窗户尺寸大小，免得自己量了之后做好送过来又有问题。你是透天或者是公寓，就全市的他们都会丈量，然后建议说用风琴帘还是用木质百叶，或是用布帘，都会推荐你。对，而且窗帘小姐的展间里面有沙发先生，然后有棉窗小姐，你一站式可以就是搭配家具的颜色。我自己私心就是很喜欢窗帘小姐的原因是他们的色系都很漂亮，比较质感，比较时尚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等于是一站式就可以买到窗帘、沙发，然后床。这次来窗帘小姐完全是大开眼界，挑到我们心目中的，对，挑我们心目中觉得很棒的窗帘。然后整个色调都超美。对 ，OK， 那今天的窗帘小姐介绍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收看，谢谢你们收看，安子 C 喽，安子 C 喽，拜拜，拜拜。